大家好，我係大力，歡迎嚟到圖表派。今日係2026年4月15號星期三，又嚟到我哋日分析嘅環節。我哋一齊嚟回顧下大市。本頻道所有內容純屬技術分析及個人觀點分享，及教育用途，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、買賣推薦及指示操作。金融市場交易涉及高風險，價格可升可跌，過往走勢不代表未來表現。所有投資決策請自行負責及諮詢持牌財務顧問。好，我哋望望個大市先。咁樣 S&P 美股升咗上去，咁就都冇睇空嘅理由，但都要睇翻大家嘅交易策略有冇得做多啦，係啦，有冇順勢做多，咁就嘗試揾位做啦，都係第一關，都係挑戰前頂噶啦。佢咁樣升上嚟法嚟到冇咩其他嘢，因為佢已經差唔多到阻力位置，係啦，大家要留意呢啲阻力位置位。跟住納指最近嘅阻力位置呢度，係啦，咁就留意翻。恒生指數睇呢個係夜期咧，夜期你就睇住回踩呢隻腳會唔會再延續上，係啦，即係今日做一個回調，睇今日之後聽日會唔會延續上去。恒生指數望一望，其實差唔多嘅，都係回踩一條前頂趨勢線落，呢條頸線咁樣睇會唔會再上，因為佢而家頂住咗前面呢個阻力位置。咁樣上證都係做到阻力位置收翻落嚟，同港股一樣。咁就打個回，佢益咗個回調，睇下佢有冇轉勢嘅跡象信號啦。黃金就暫時短線應該都係睇住上線，因為如果你話佢回踩呢條趨勢線落，唔係唔得，但係佢而家個勢頭比較強。咁等明顯少少嘅轉勢信號先，因為呢兩支我冇辦法確定佢係嘅轉勢，因為佢仲喺呢個阻力之上，呢個之前嘅阻力之上，係啦，變成資產，會唔會咁樣延續喺個頂上？跟住就有就一支針兩支針，類似一個雙底咁嘅現象，收翻上嚟，睇下會踩位咁樣就定係再 retest 落去咁做，係啦，因為佢下次個勢頭好強嘅，咁就睇下有咩位置可以向下做啦。咁我覺得有而家就真係偏翻弱，因為消息係啦，消息問題。然後比特幣都係回踩前頂，係呢啲支撐位置，到咗阻力區，呢個而家最近阻力區。咁佢睇翻大少少圖啦，大少少圖去起呢個前面啲關鍵位置啦，睇會有啲乜嘢動作。呢個而家係市場尊重前頂嘅阻力啦，前頂嘅阻力冇錯。咁就以太幣都係同比特幣一樣嘅情況啦。咁就佢突破少少，但係收翻落嚟嘅。咁而家個大市都行晒，因為佢行晒，其實只有一係之前操作咗，一係你就等待，係啦。咁或者呢個策略係適應到啲市況，如果唔係嘅，如果你一入去就有啲似最高嘅感覺咯。好，今日就係咁多，多謝大家。